咦？點難怪毛水拍拖咧？拍就練咩？有乜都唔注意捱。屌，有沒有去養媽？管你零事呢？就因為養媽反對了嘛。嗱，所以嚟你還沒想結婚，想娶老婆，你係捱殺，你想結交啦。嗱，所以係講完，低眼耳皮會裝老卡，要利用咩？突然間要咩亂氣？屌，係都盲講晒，低住裝老卡，你房間強姦佢，強姦佢，考你太屈喎！包字咩啊？要少字啊，識埋都犯法啦，何況係強姦佢？啊屌！你看啲茶文啊，包字兼嘢包字講，想強姦要結婚啊，成間要黐啊！咩哦？唔好開係犯法喎！開聽完都要開始個例子啦，咁嘅你，哦。